就是像你头拄讲大本溪是伫咧足深的所在，所以迄阵会当发现讲哦，关顶嘛有看到一种迄阵的粗肥片嘛是足无简单的。较表面就是较后来，就是新石器时代较晚期的。你像即马你树根拢走出来，代表讲伊较早是咧土面下骹嘛，土面下骹就是阮开路去骨雕，所以文化站就走出来。所以你在这土面，你就会当捡一寡肥仔片，像这。对，较后来圆山文化。你讲这就是？对，伊就素面的一款。我看你这拢烧香啊，这嘛是吗？这可能是较后来的。但是这烧香你安怎判断？就是古早因的烧这温度较低，可能无超过1000度，所以摸起来就软。哦。伊的形的较迄无一定。是哦。像这种是啊，这种素面的吼，像大本溪伊的表面有沙仔纹。但是到圆山文化的时阵，就较素面，就是无遐花蛇花草。是，嘿。所以咧大本溪遗址的即个路边，你可能拢会当看到一寡迄个灰啊，但是但是这是较挖圆山文化的。对，较后面的。哦。对，较挖地面，大本溪文化可能就爱较深，较下骹。咱会当看到。对大本溪遗迹掘出来的文物有足侪粗灰啊，顶头呢有足特别的沙花，另外嘛有用人工特别拆出来石头器具，哇！可见讲迄当时的大本溪文化人的工艺技术确实是袂歹呢。像我即马手中提这就是大本溪文化，就是较下层。这就是大本溪。迄时阵是迄个罗大雨以后去抢出来的。你会看到这个沙仔纹，有无？伊的特色就是粗沙仔纹。是而且表面无讲介油，粗啊，佫足厚的。是。迄烧这温度差不多500-600度尔。但是迄阵的人知影讲安怎做粗肥，其实嘛是已经足厉害。足厉害的。新石器甲旧石器的无共，就是新石器伊的石器有磨过。这是啥物？射箭的迄个箭头。你讲。射箭的迄个箭头，对，你看，这拍拿得用的，而且这个空哇，磨甲足油的，真足水的是，我是感觉足神奇的，就是为什么5000年前以来，大家人登陆台湾拢会选这个所在？大本溪文化的人嘛，在这登陆圆山文化、大部分文化，甲后来河洛人客人。大家拢选这个所在，代表讲这个所在真正是足好生活，尤其是淡水河，你会当驶船驶到足内底，就属境的人伊会当沿这条河入去圆山啊、旗山迄个所在，河洛人来，伊嘛会当入去干道啊、去艋舺大稻埕遐做生意，所以这是一个讲较早讲兵家必争之地。淡水河会当讲是台北的母亲，伊毋但应付和中国对华的贸易。嘛支持台湾岛内的交通，尤其佫提供迄当时住伫咧台北盆地遐的老百姓生活种种的需要。无掠着咱已经放袂记啊，但是淡水河所表现的时代意义，永远都无法度来抹消。